么分公母？第一个你有没有看过？如果你说 yes 有，那我就问，请问小姐，那萤火虫公的母的怎么分？这问题肯定吸引你的注意力。还有下一题呢？刘董它不是会这样掉下来，它这样转吗？它几片花瓣知道吗？不知道嘛。所以你就是跟一般人一样，随便来看看。哦，又被考倒，答案是5片花瓣，让游客透过一连串问答对内湾留下印象。为家乡导览的刘康国总是特别起劲，毕竟内湾因观光重生好不容易。台上大概好像6个还7个人，台下不到10个人。就是说，没人相信说内湾可以这样。当时请命希望内湾车站不拆的说明会还深印脑海，幸好热情没被浇熄。结合了故事行销，车站、警察局、漫画馆、老街，现在都成了观光景点。内湾重拾乡镇生命力。年轻那一代应该要来听听，准备你们家可不可以做什么，或者房子要不要租出去。反正我有时候半开玩笑说，如果我来导览，是你们的福气啊。帮内湾闯出特色名号的第一批生力军，其实是70岁的老阿嬷，也将花粽1个周末可以卖出15000颗。当初是他一个人这样70几岁啊，那是叮铃哐啷都是他自己一手弄啊，爆香料、弄那个糯米等等，都是他一手弄啊。或者老少齐力，把内湾发展的可能性像铁轨般不断地向前延伸，让观光客带着商机进门。稠泡茶会选买茶单，稠泡茶我会选大茶单，坐火车要先买车票。对。爱做秋大后嘞，我早就买好了，对不对？稠泡茶我会选大茶单，爱做秋大后诶。稠泡茶我会选大茶单，爱做秋大后诶。